来关心交通的问题，这2天全台湾天气犹原真热，大台北地区强降超过36度，未少乡亲出外呢，想要找较凉的所在呢，觅一个日头。部分骑倒摆的人伫红灯拄着时，拢伫道路中，若看讲有小较凉的所在，就会直接停伫迄个所在，引起交通安全的争议。警方表示讲，这个乌托邦若向呢动点减速，这拢会收到罚单。抑过向动点这个定义难以界定，所以讲交通部建议爱修法。抑过交通部回应是讲，讨论了后无强性。路口的所在，真侪台机车伫咧等车顶，毋过为后壁面一个看，超50公尺远的所在，上少7个骑车的民众客做伙，拢是伫咧美日头。在西半部到东北部地区，普遍高温依然有机会来到34到36度。那其中还是有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甚至37度的高温。全台湾的天气热表，大台北地区恐惊有超过36度的高温。日头这么炎，互骑机车民众过无几分钟，就寒酸插流。光复南路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前面才是机车的停等区。不过有不少的机车族为了要躲太阳，就会停在阴影处。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啊，大概都会躲一下啦，就是等个红灯这样。不能说为了挡阴影，然后在更前面那种人家要转弯的地方，你挡住别人这样子。有当时美伫咧有远的所在，恐惊发生危险。法规规定，袂当伫咧红线所在沿权临停，伫咧禁止临时停车标志飘线所在临停，恐惊会扣罚上悬600。若停伫咧路中向用减速打档或者是伫咧车路中暂停，可能卖扣罚2万4。不过警察讲到紧急停车牌界定，迈向交通部建议爱修法。都有相关的一个处罚的规定列为可处罚的一个这个可责性这个大家都讨论没有共识，那就是刚刚所说的很难认定。叫交通部驳回，针对骑机车民众美日头恐惊爱阁好好规划，未来敢有可能修订也唔知影。警察讲希望执法会当减少争气。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